經常咧都會有粉絲同埋客人會問橫廳同埋豎廳到底點樣選擇好咧？咁我哋先要區分開橫廳同埋豎廳各自嘅優劣勢喺邊一度。橫廳嘅話咧，好似呢一間屋咁樣，客廳同埋飯廳嘅空間咧，整體都會比較大，而且咧佢喺同一採光面上，所以無論你係景觀視野上咧，都會係比較好嘅。仲有嘅就係佢冇過度嘅浪費，所以嘅話咧會令到你嘅實用空間亦都會大好多。橫廳雖然實用性高，但係因為個動靜唔分區，所以私隱性咧亦都會比較差少少。因為佢嘅客廳同埋飯廳就位於呢一個中間位置，如果屋企人有客人嚟嘅話咧，咁你就要關一關門啦。同埋如果你屋企人比較習慣睇電視會大聲啲嘅話咧，咁噪音咧亦都係會增加噶啦。咁而豎廳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呢個動靜分區啦，動線比較合理，私隱性亦都比較高。因為一般咧房間都會偏向咗入邊，咁客廳嘅噪音咧基本上都可以隔絕咗嘅。但係最大嘅缺點咧就係佢有過度嘅浪費嘛，受性冇咁高。咁好似今日呢間橫廳咁樣咧，大家真係如果比較中意橫廳嘅戶型想選擇嘅話咧，我就唔建議大家會揀向西嘅戶型，因為你向西嘅話，無論係曬同埋凍嘅時候，你都係會特別犀利嘅。咁橫廳仲有一樣嘢係比較擔心嘅咧，就係因為你得一個陽台啊嘛，咁晾曬會唔方便。但好似呢間屋咁樣咧，呢一度有個陽台仔嘅話咧，就足夠你晾曬啦。咁聽完咁多之後，大家係偏向於揀豎廳定係橫廳咧？或者對呢一間屋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喺評論區度打7，我將資料發俾你哋。關師帶你揀人多房產思維。